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哦，互人真期待，也毋过嘛真惊讲会受到伤害。开发出开讲机器人 ChatGPT、OpenAI 公司的执行长阿特曼，增加350个科技专家发出一张公开批哦，警告讲人工智慧科技得甲流行病，也是协助战争共款，有毁掉人类的风险哦，应该爱特别重视。 上周发布伫美国非营利人工智慧安全网顶悬的公开批，内容简单清楚，批中强调减轻人工智能灭绝人类的风险，应该甲其他社会规模的重大风险，比如流行病甲核武战争共款，叫做全球优先的事项。 共同签署这份公开批，包含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的执行长山姆阿特曼，加微软、Google 这些科技公司执行长、AI 专家、学者加公众人物有350人。阿特曼今年5月中参加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时阵，就明白点出伊对人工智慧科技发展的烦恼。If this technology goes wrong, it can go quite wrong. And we want to be vocal about that.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人工智慧安全网也列举 AI 科技灭绝人类的几种情形，包含人工智慧整合到研发旧部的工具，进一步制作出生化武器，或者是人类最后失去自我管理能力，要完全挖苦机器。人工智慧身躯有 AI 高富自称的新盾，也参加击败联署。 伊强调，中国、美国、欧洲甲日本这国家，拢应合作阻止灾难性场景的发生。辛顿最近搁一摆讲到伊对 AI 快速发展的看法。My epiphany was a couple of months ago. I suddenly realised that maybe the computer models we have now are actually better than the brain, and if that's the case, then maybe quite soon they'll be better than us. So that the idea of superintelligence, instead of being something in the distant future, might come much sooner than I expected. 不过，有部分专家认为，烦恼 AI 毁灭人类生存伤过沉重。不过，确实要注意 AI 科技可能改变未来救济模式，甲对隐私权的侵犯，甚至制造假信息对社会甲选举的冲击等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今年4月先发表呼吁停止发展 AI 半年公开批。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这礼拜也要会见阿特曼，讨论 AI 科技对全球的影响。公司新闻警方请编译。